好的，亲愛的觀眾朋友們，歡迎回到《猛鬼大廈2》第18章的內容。坍塌。職業賣血者稱為血牛，以賣血為生係最快嘅收入來源。成為血牛嘅人，大多因為金錢或者生活上有困難，佢哋會遊走喺醫院甚至黑市賣血嘅地方賣一次抽血250cc 就可以拎到大約100蚊嘅費用。如果一個月賣4至6次，就可以賺取一啲基本嘅生活開支。血牛係用自己嘅健康做代價嚟販售血液，咁同賣走自己嘅生命係冇分別噶。哇，你又嚟啊！麻煩你俾我啲藥。喂，呢啲補藥啊，唔係日日食噶，你知唔知咁樣你副計會頂唔順噶？我知道，我有錢，麻煩你買俾我。唉，你真係夾硬嚟嘅，我啊見得多啦，冇幾個啊可以撐到落去噶。每日淨係靠食麵包同埋水充飢嘅葉欣，身體狀態大不如前。賣血所賺嘅錢固然吸引，但佢就冇將佢哋放喺自己嘅生活上面。相反，佢淨係俾自己食最基本嘅食物，其他所有嘅錢都儲埋一齊，100、200、300。由一個星期買血一次，攞到100蚊，去到之後一個星期買2、3次，甚至4次。呢啲錢佢全部都攞嚟俾黃士安做補貼。我的媽呀，你唉，糊塗啊，妹子！士安，你點解一直都冇嚟揾我啊？我而家咪嚟咗咯。間屋咁大陣發毛啊，好難聞啊！我應該再清潔一下。住喺啲咁嘅地方，聞住呢陣味你都忍到，點解唔做下清潔啊？咁好易病噶。你也挺狠啊，王思安，就是為了錢，就啥都行唄。我唔入嚟啦，我淨係嚟睇下你而家點。人家賣抽血的錢你都敢要唄？我冇事，我覺得好好啊。畜生啊！葉欣說罷便馬上回房間，慌忙地從抽屜裡的鐵盒中把裡頭透過賣血得的幾百塊拿了出來。呢啲係俾你噶。王閃看到他手上拿的錢，表情卻沒有改變。我走啦。啊？你就咁就走啦？我淨係順路嚟睇下你啫。但係我都未同你講幾句。呢排我一日有2台戲，都冇晒。你唔舒服就唞下啦，唔好搞到自己咁攰。王閃從兜裡掏出了一張戲曲的入場券。葉欣內心好複雜，但係都係拎咗。睇住已遠去嘅愛人背影，佢就覺得鬱結難舒。呢張雖然只係一張普通嘅門票，但對佢嚟講就好似一把鋒利嘅刀咁。佢已經唔可以演啦。雖然佢想說服自己，中意嘅人可以喺熟悉嘅舞台發光，應該戥佢開心，但係佢就係冇辦法開心。唉，咩？最近見你成日嚟賣血，你好等錢使啊？係。但係見你成日嚟得咁密，你啲血冇咁快復原噶喎，你有冇攞去稀釋咗先攞去賣？稀釋？係啊，你臨瞓前飲一大碗鹽水，咁就可以溝稀你啲血啦嘛，咁你咪冇咁傷咯。呢啲咁嘅血，醫院會收咩？醫院應該唔會收噶啦，咁嘅血啊，仲稀過其他人捐嗰啲啊，抽嗰200先用得個100，咁你都係冇意義。啊，你咁啊嘛，你可以攞去黑市度賣，嗰邊啲價好啲噶，仲要唔 check 你嗰啲血嘅濃度。黑市？唉，7國咁亂啊，血量需求多啊嘛，好多地方都有黑市噶啦。我今日本來諗住去買一次噶。葉欣為咗不斷獲得足夠嘅錢嚟供養心愛嘅男人，不惜跟住其他血牛去唔合規格嘅地方買。呢度係才踏進去，便有源源不絕的呻吟聲傳進耳中。嗱，呢度就係地下血庫啦，呢度買嘅血啊，比出邊醫院啊高3成咁多啊！3成？天啊！咁多？吸引啊你，所以依家諗住賺多啲錢嘅人啊，都寧願賣俾黑市啦。就專門造血的是吧？但係呢度嘅環境太差啦啩，而且你望下呢啲人，
每個人睇落去都好似好虛弱咁。就造血機器人變成賣血嘅有邊個唔虛啊？講真，不過呢度好多血牛啊，都係正規醫院唔收噶。佢哋唔係生嘢就有梅毒，冇計先嚟呢度賣噶。不，這血也能賣啊？啊？喂，你哋喺度做乜春啊？係咪嚟賣噶？賣啊！我唔想啊。唉，你唔係等錢使咩？仲諗咩啊？嚟啊！葉欣為咗短時間攞更多嘅錢，最終不惜將血賣俾黑市嘅血庫。雖然錢係多咗，但係就冇因為咁而換嚟。佢想將啲錢全部俾晒黃時安，希望可以同佢重修舊好。但係葉欣就好難揾到對方嘅行蹤。慢慢咁樣，佢覺得黃時安根本就係利用緊自己，失去咗一切嘅佢開始覺得呢個世界根本時時刻刻。葉欣自從賣血賺錢之後，身體一日比一日虛弱。起初仲可以恃住後生，一個星期賣2、3次，後嚟因為唔夠營養，力量又唔夠，直到醫院已經拒絕要佢嘅血，佢就轉投黑市嘅懷抱，繼續1星期抽2次血。但係咁樣唔單止令佢嘅身體負荷唔到，黑市嘅血庫衛生環境惡劣，導致佢仲感染咗瘧疾，身體就更加每況愈。喂，乜你發雞盲啊？你咪葉欣？班主，你做咩變成咁噶？發生咗啲咩事啊？哎呀，你唔係真係去咗賣血？哦，葉欣驚呆了，看着前戲班的班主啊，沒想到他居然知道自己賣血的事。我都係聽到有人話見到你行咗入嗰啲賣血中心之後話俾我聽，我仲以為佢哋睇錯添，而家見到你，哎呀！班主，戲班最近好嗎？唉，好咩啊好，都散咗 band 啦。解散咗？有咩點解啊？自從你走咗之後，本來劇團嘅生意就少咗好多，但係因為嗰對狗男女出賣咗我啊，搞到我血本無歸啊，真係撲街！狗男女？你仲未知啊？就係黃時安同嗰個小倩，我真係有眼無珠，居然信錯咗佢哋。你話啲咩啊？佢哋嗰個小倩啊，係我喺你走咗之後啊，先捧佢上位噶。屌，而家諗翻起啊，真係撲街嚟！呢對狗男女啊，肯定就係一開始就夾埋嚟搞冧我當嘢噶。佢哋啊，肯定係收捻咗錢啦。喺個最無助嘅嗰一下夾埋一齊嚟翹起我，屌佢老母真係啊！而家諗下，你搞成咁啊，分分鐘都係佢哋計劃嘅。邊有可能？時安佢唔係呢啲人啊！咩唔係啲咁嘅人？條撚樣根本就唔係人，忘恩負義嘅仆街。佢唔諗下當初如果唔係因為你，我點會俾呢條仆街做小生啊？葉欣心裏面極度唔想相信，大班主絕對唔會無緣無故去詆毀人哋。於是佢就好想去問清楚黃時安。你唔好咁啦，唔係咁葉欣佢黐咗線啊！根本你做乜仲要見佢啫？見佢有咩好處啊？你覺得呢？呢幾年佢俾我食，俾我住，所有嘢都係佢俾。咁係以前嘅事，你依家都上晒位啦，而且佢又變成咁。你唔會仲留戀？佢已經唔再係你女朋友啦。你覺得有咁易咩？咁又係，依家佢日日跟蹤你，真係搞笑。你搬去邊，佢就跟去邊。我哋唱戲嘅散成都冇幾多個戲班，佢要揾實揾到，真係恐怖啊！成隻吊靴鬼。唉，你唔好講。我知唔容易，但你都要咁做噶。依家佢變成咁，真係得人驚啊！去賣血喎。點做得出噶？咁落去，佢真係癲咗。我怕你出事啊！不過話時話，佢出意外嗰場火，點睇我都覺得有啲唔妥嘅。場火點發生噶？好地地做咩會起火噶？係咪有人放火啊？嗱，人為？你咩反應嚟啊？莫非你為咗你好，你咩都唔好問。算啦，唔好諗啦。我係你就忘記佢啦，唔好再俾佢打擾到我。
話晒我哋咁辛苦先揾到新戲班落腳，你都擔正啦，要專注翻自己前途先得。不會是這個什麼王志安放的火吧？我靠！嚟啦，開心啲啦，一係夜啲我。好啦，多謝你啊。冇可能噶，是我咦？咩聲？冇人？唔通我聽？葉欣唔敢相信佢所聽到嘅事，內心崩潰到好似世界失去咗焦點咁樣。佢生命中僅餘賴以寄託嘅人，竟然係傷得佢最深嘅。唔單止踐踏咗佢付出嘅真心真意，仲一手斷送咗佢所擁有嘅全部嘢。佢跌跌撞撞咁返到嗰個睇起嚟糟糕頂透嘅屋企，佢知道自己就算幾咁怨恨，以佢而家嘅身體根本就冇辦法做出任何嘅事。佢恨黃時安，因為佢背叛咗自己，仲一手摧毀咗佢嘅避風港。佢恨呢個世界，因為佢喺呢度冇辦法獲得片刻嘅寧靜，仿佛所有嘢都係衝住佢而嚟，隨意咁樣折磨佢，又難佢。佢行到鏡前面，睇住毀咗容嘅樣，心裏嘅鬱結完全冇辦法釋放。佢再次將塊面塗上色彩，又幫自己嘅頭髮鬢咗一條長辮。佢知道呢一生已經走向盡頭，但係佢唔認為故事就咁完結。睇住陰間嘅佢，終歸知道自己死咗之後先係另一個開端。嗰啲冇辦法喺今生做到嘅事，佢知道當身體歸故土嘅時候，先係佢復仇嘅時刻。哎，这太惨了，这。OK，本章结束了。